喊我做乜嘅？哦，切5片哦，你口停哦，口停不给切的啊！你们是经过左思右想吗？我们一起下去一起煮。啊，不用全放，我要吃。你刚刚不是偷吃一个？蒜好的呢。你也吃太大块的试吃了。你用啥直接片10枚的，啥片直接15片。师傅，你现在还不要吃，感觉现在看起来卖相如何？用控的两片头刚刚好。你讲还有小炖饭啊。哦，有那按用的啦，啊，两片没不错了，给切开蛋那么切到嘟哈。对呀，还没吃你就这样子，先入为主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分享樹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鍾百強。今日呢要來到新竹呀嘅素菜，其實新竹呢人係同圈，沒有你哋上輩一道比呢講真嘅呢，咪係幾道嘅客家人都啲道比嘅。故實講呢，既然有客家人做嘅素菜，就做啲可能都有當到好食嘅客家美食，客家會做客家美食嘅熬年。哦，唐龍今年嘅來賓是客家美食嘅鬧人哦，真的。等一下你將來分享好，冇問題。先來分享到你嘅錢玉鳳齊師傅。大家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還有我改片哦，我哋一片嘅栗子用栗子符。好。齐師傅呢，其實菜梯嘅新中年，新竹有什麼必吃的美食？水潤餅。水潤餅係乜嘅？咩潤餅哦？咩，其實像個餅有冇下盤啦？是像個潤餅有冇？啊，唔過佢下盤下細渣，像餅凍落去咯。真的哦，咁你呢叫我帶來教睇下點嚟做？做起啊！水潤餅。做得，鹹白。我主題嘅喎。好，咁我嗌咪問一下嗬，因為等下我放讓嘅來賓係冠希嘅來賓啦。談到冠希嗬，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有冇客家厲害的？鹹臭。哦，獻醜。冠希鹹臭。到底今天等一下也可以帶來獻醜嗎？等下張看來。哦喲，繼續看來，伊就啲嘅。好，繼續看。好啦，等一下夾夾來看一下。好，今日我哋主題嘅食材係乜嘅東西咧？哇，tomato 醬。這樣我知道了。乜嘅？什麼？我要做通豉。你會？通豉你把？來注意好些，所以今日我哋主題嘅料理係通豉5片。好哦，做一個鹹酸甜嘅飯咧，睇自家做嘅比例有冇共用誒。先來分享到今日嘅鹹水炸，我導演呢係很恩愛的一種公婆文正太高老秀蘭記，這種上分享。我哋咱最美下兩公婆，聆聽海老龍肉酒。分享。歡迎你哋。是的。好，文正哥，然後你嘅秀蘭記哈。大家好。蔡天然嗎？關係蔡天然。咁本大係做乜嘅行業咧？我大喺都汽車工廠做，而家退休嚟。哇！咁秀蘭記咧？而家行到新竹上班，半夜上下班。都會做哪方面咧？是一般公司的行業。公司嘅吧。都不卡嘛，啥卡都負責煮菜。平常時間後，我先生佢都要去做，來上班。假日是這樣，退休嚟就平常我都不卡。負責照顧大家呢，嫁到好老公誒。故實今日馬啥主要來煮咧？交給老公。好，一家真的是一家之主哎。好，今日比賽有心情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有。哎呦，文景跟我安台上哦，一動就有信心。我談一下哦，我改變哦。哎呦，聽海哥，老大家少計一下，你一個。哦，我就海哥，我是冠希董案例，前兩場係隊長。你也擔任下期嘅理事長。哎呦，你未少時間讓你不用聽書做菜哦？有啊，下班不用摸菜，自家煮一些啦。哇，這邊今天都是一家之主哦。不過我要問一下玉秋姐姐，老公說的是真的嗎？真的啊。哦，因為我也很忙啊。你怎麼改？我現在專攻客家米食。客家米食，你係應該係鬧人啦。專門做板啦。做板哦，好，都其他客家人嘅板，板啊，幾乎全部會做。換主題，
换主做伴哦侣。做伴侣。好啦，唔怕，等一下假使就機會讓你小解，即刻小解一下，好唔好？好，馬上我哋進行體育講嘅比賽咯。木爬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嘴啲喊天嘅時間地度，做出指定嘅菜色。本來係雅布卡嘅卡上癮，又係雅布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布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女拳王又要出台了，真勁，而且人全部誰來耶？對我一山呢。係啊，對啊啱做 demo。可是我們文正哥有練習了。哦，我都要佢聽我講，未去練習被咯。演下了。沒有練呢哈。點好動球，那你有兩個真男人的對抗，還是要老矮？你自家先。我試下溫泉哥。好，來好，那你們要先看我們兩個玩行黑個。好，好，現看哦， OK，現看哦。好，加油哦！好，來 give me five。現在我們也要比賽，耶！好，來 give me five。冇。來，箭頭殺條布，yes！一家之主愛情橋，橋都冇橋，叫我叫，橋都冇橋，叫我叫。橋都冇橋。哎，你冇別，我沒有別輸咧。我太熱，我到期了。今年自己凍熱啦，好悶哦。好啊，唔怕唔怕，穩健跟我改下講，繼續練習，好，半幾搞。靠你了。好，好，來往前。聽我講，加油哦，加油哦。哎，馬來，箭頭箭頭下條布，哦，你先呢？好，一家之主愛水橋，空中空中，放音放音，空中猛呀，跟你跟你，穩健夠。文正哥，空中空中，空中猛呀，空中空中，空中猛呀，耶！Give me five！沒關係，冇整差個1分鐘啦，好不好？沒差1分鐘，那就先對眼要倒比嘅，先來開始比賽咯。好，先準備下哈。好，你倒比嘅個含準甜嘅5倍吼，還有特別準備冇嘅，要冇嘅係自家做哎，自家做，自家做嘅師傅，梅子醋，自家做嘅哦。係溫泉夠做誒，他係徐蘭姐做誒。好香哦。溫泉夠一自家做誒。你冇問佢就拿嘛？你沒問他有夠嗎？是一起哦的。這個是醋泡，然後這個要蒜絲，所以我們就不用醋了。哦，我們這個是屬於自用，然的。自改。哎，這個是用高粱醋，過量醋，哇，不好意思哦。先講兩分。好，剛才呀先來比了，給呀，既然會中5塊的話，這也是切片嘛，哈。好，做的。做得好，繼續開始。按鈕切骨菱形嗎？切四方形的，這樣嗎？四方形都可以。哦，哎，切四方的好，另外要整齊，你斜的話加。切四方才能吃四方啦。哎，哎，我冇看過那個橘色的椒哎，你們有？啊，橘色沒？嘿，咩風的哦，沒風的哦。這個外面買得到嗎？它可以一起種的。買的買的，買的哦。哦。先切一先張，對半。對方切，對方切一半。哦，哦，怎麼在調台的嗎？一樣，好。切3段沒。關係，這樣都可以，這樣走的。哎，很像被爸爸媽媽教。你兩個就成了嗎？有啊有啊，3個就小孩。三枚水煙，三架哇，這個呢？切這樣切丁。用嗎？啊，平常吃豆腐下嘅書姐咪係按用教嘅成個煮菜哦。現在小孩會教我們煮。哇，對啊很厲害。我喺細門時，我養俾人煮嘅教我養嘅，還要試吃。哦，很豐的哦，你先沒有哈。哦，全部會切片是錯了哈。不用用到全部，嗯，做對。切丁嘛，哈。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做得嘞。好，那這裡1分等一下鐘。給你吃，可以。對，梅子好好吃哎。等下，這裡1分鐘。暫停。這邊暫停1分哎，鐘。是你們暫停嘞。所以要過去哦，啊。排隊，總得走，哦，對啊，總得走。是我們要暫停1分鐘。等下等下啊，走那可以，那個休息一下。等下，抽2下。來，你要對狂改片，好好，好。好，意思開始。開始咯，開始啦，開始啦，其實開始啦，係啦，開始啦，先做埋先。加熱，優先。開始。主題嗎？誒，不行不行啊。中。中，你係中好，好，還有什麼？其實哦，切5片哦。你口停哦。口停不給切嚟啊，你們是經過左思右想嗎？好來，好了嗎？好，其實開始，先開。現在對半切的哈。哇，這個眼太美誒，對啊。先雞片先擺着哈。
韩伟嘞，它低调就温度有啊哈，你就斜的跟它切一片。哦，地豆台，凉，差不多凉吧。像你切个生鱼片啊，容易啦。对，啊，你好棒哦！哇，你不会嘞，好福到，好福到哈。不错哦，张伯谦可以嫁了。哎呦，你可以马上回去。都在头中央嘞。韩伟怎么现在我们把它先腌。先腌哦。醫生沒有哦。用馬嘅煙，用馬嘅來米酒。幾多？應該聽試聽。好聽，好。鹽巴一點點。4，同學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好，哎呦，韓國做得啦，走得。耶！好，用它做。曬恩愛時間。開始。快樂。哦。你兩片冇加軟的哈。沒關係。哦。哇！該咪係飯舒服嗎？呀，飯舒服。飯舒，OK，我用飯舒服。不過該5片我們同台啊。5把來。它不是很大嗎？我是櫻桃小嘴。也係凍腳。4、3、2、1，開始。開始哦。醬汁給有比例嗎？有哦。醬汁一般是有。啊？像我自己做嘅比例吼，係用飯，係 tomato 醬，然後調酒膏，係要調酒膏，係啊，調酒膏，調酒膏，還有蒜絲，1比1，我自己係咁樣做。我唔係用拍絲哦，我係霧絲，我自己做嘅時間啦。你就不用麻雞，個湯先不用係啊，糖要先放下去。所以該地圖就 tomato 醬、湯，還有麻雞。醋。哦，拍雞，拍。對。好。哦，紅豆湯哦。其實個湯咪做得落去炒過了。哦。也可以。糖醋啊哈，就是要有酸有甜。又酸又甜兩樣都糖醋。好，我們先過去那邊看看。好。哇！那係軟嘅色咧。對，就給他按摩啊，SPA啦。溫景哥，因為唐公你下你退休咧吼，就係你做不下煮菜啊。家庭主婦。你這個糖醋魚片應該算是蠻拿手的吼。還好。你係嗆地還是誠實哪一種？你睇煮乜嘅料理？紅燒，烤魚啦。哇，我喜歡吃烤魚耶，因為家裡有個烤箱啊。家裡有一個烤箱的。你真經係漢音誒，因為你講烤箱。這個安跟小音哦。就很香啊。真經係漢音。烤就係香啊。對啊。配料弄得好，這個要蒜頭米母咖喱咯，而且我們的蒜頭量算蠻大。對哦。你覺得好香？可以下鍋了嗎？走的，朋友們，走的。你喜歡馬開心？你要先鋪啊，先煮醬汁誒。因為強下來冇。強下冇係啊，好，用個氣下方便啲。哦，先搬去水果誒。冇，佢個但係有機會降溫，降溫嘅溫度會下降。係啊，應啊。哦，是夢。是不是要兩罐蛋白質會黏？上機喜歡啱思維聖母。那邊還有哦。對，我知道。我發現你都咁厲害咧，開了事係咪穿做啲呢？啱魚拉嘛，對拉對。有會拉，必拉。哇！分配工作好了。那有沒有調羹？我先這邊。調羹係啊，燙些的嗎？有那邊啊，那個雞蛋的那邊要擦。你怎麼開？啊？我想說你們慢慢聊。沒得下去一起煮。啊，不用全放，我要吃。你剛剛不是偷吃一個？蒜好嘅咧。你也吃太大塊的試吃了。你兩沙直接片10枚嘅，而家片直接15片。溫景哥，你做個高粱豉哈。高粱豉。那個高粱豉蒜豉哈，料理醋還是食用醋啊？高粱醋都可以。那該好，走的是，但是要稀釋啊。哦，泡水直接喝也可以。對，泡滾水先。那個也可以當做的料理用。要中間一點，不可以卡短容易。你好，冇買問題哦。好。民主姐，你哋先過去了。好，樂利。哦，美不錯。
好香哎，有像了吗？又小鹅的啦，又小鹅的。它本来就是对啊，哦，对啊，买个豆浆。哎呀，我看到咱干面哎，干饭呀。你好，现炒嘛，对吗？有一些中强半婆。聽我講，你做啲現炒東西哦。你做現炒哈？你要做啲肉，你要做啲肉。要薄一些嘛？係啊，还是生油的？也可以，哦，还是袂重要嗎？哦，就是刚好冇切中泡。唔怕，佢喺一條嘅方法，佢喺一條嘅方法，我做啲教你嗎？好啊，我唔係教，我教觀眾朋友，像安用油啊，石破撩起來，油溫拉甲個表皮。哦，先溜魚咯喲。我冇教機哦，我教觀眾朋友，安做啲啦哈。哦，自己查啦。係啊。啊，我為什麼那邊沒有講？因為你們夠了。哦。剛剛七師傅就是7款，還有查應用。好，那你趕快撈起來，等下再放一次。按姿勢。滾熱來了哈。係，啱啱。好，我們等下再回來咯。好，我再先孔蓋片好咧。好 ，OK。還沒吧？還沒吧？還忙了，還忙。哇，唔怕，手我面。这样可以捞起来了哈。要不要關火？可以把它捞起来。你是放沙士嗎？還是可樂？可以撈起來嗎？不要亂撈一炸出來。關火嗎？要不要關火？先關關火嗎？關火。來，你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醬料。哇！我跟你說，我吃這個糖醋 S 姐酸頭一定要有啦，臭，不然你只有細甜，對不對？酸頭給我提一點那個鮮味，對。從你做乜嘅左宗棠雞啊？對。左宗棠。我們的賣相很好。好了，我就好了，可以下來。3分鐘很夠，不要擔心。啊，你梅子什麼時候放？我梅子下去一起煮啊。啊，不用全放，我要吃。你剛剛不是偷吃一個？可以啦，你放。好了，沒有啦，你放啦。不要壓太多，我只要放幾顆點綴就可以了。那我吃看看哦。好，下來，好下鍋可以。你看我們都好漂亮哎。我告訴你，不要太多，不要放太多。會暈的。要試味道孔嗎？通常你那個學姐的哦，那個影片哦，會閃退嗎？炒個學姐，從台裡就會，要溫柔啦。一條都硬炒就會啦。等一下，大哥，你會看電視節目後做料理嗎？有啦，有看。看哪個節目？加蜘蛛。哦，加粉，非常好。加紅豆腐。以後大家來的時候都知道這是通關密語。我們炒。幹嘛個東西？酒。哦，米酒哦。好了，可以的。米酒。剛剛我已經有。哇，你冇學過通時影片，他就加米酒嘅哦。大概是用米壓那個。我的真的很厲害，這個走啊，這個酒啊。米酒咩？這個走哎。我喝喝看。哇。你是看不起我們送的，是不是？這兩個字我沒有，我不懂。好，我們趕快過去。好了，平應都離了喲。可以了。你要圈破果咧哈。圈破果。兩鋪又變好數嗎？有咧哈。先蒙你哈。要7款哈。順好嘅你也吃太大塊的試吃。你兩沙啲雞片是妹嘅，沙片啲啦是5片。咁好分呢？好吃嗎？應該是順體。冇啦。我這沙西米不能選。昨天那魚下去誒。兩片嘅炒法都冇碰到。你睇這個美劇叫嗎？哦。有啊。有哈。兩片。幾分鐘哦，幾分鐘哦。好。等一下炒完。把炒一焦。好。不要緊張，不要緊張。時間還有哈。好來，謝謝你，謝謝客家人。一龍族缺的客音，道地的客音。對，謝謝。哇，好棒哎！哇，醋真的很酥哎，後面沒味都沒辦法分口。沒關係，真的好吃。你慢用，你慢用，你還那麼瘦。瘦，對，多吃點。對啊。還能叫。有壓力哦，有壓力。來。好。好，OK 了。最後兩個7款哦。好了。倒數嘞。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等下就會吃可那鐵管底肚乃木卡米西較好食嘞。好，這個糖醋魚片呢，各家做嘅方式冇共用。醬料冇共用，連魚嘅切法咪冇共用。先來吃一下鴨片嘅咯。好。
是的，听我讲，韩剧同学。不错。好好吃。两片的草包都冇啃哦。它这个酱料真的好厉害耶。而且梅子的味道很，梅子醋的那个。而且按牛的切法跟的就较混，较好吃。感觉是狗，用白醋、乌醋、柠檬，就是没有吃过用酸梅的。梅子醋就是梅子醋、高粱醋。好，下半是南吹了，可能。哦。那个洋葱，完全冇漂亮哎。洋葱给我一片。这个好吃吗？金凯哥。好吃哦。我有猪尾巴做好吃。对呀，他们的你说好吃咯，那你的也是好吃哦，冇差别呢。我哪家好吃那个？两个人小孩子吃到对方猪的样板，伊啲皮饼啊，甲较脆，唔讲啊，甲肉较粉，较薄啊，蘑菇用啦吼。哎，这真的好好吃哎。就用蘑菇用哎。牛翅节咧，你敢讲你自家做的？无线啊。好食啊！几条做应该讲好食啦。因为口感的问题啦。有的人好那种的味道。对啦。黑鸭手办是讲糖醋嘛，就是有酸有甜呀，又酸又甜，糖醋嘛。对。那想法是安样好。好，两时间紧张的时间来到了，提前先请来你的起司夫抢本分数。哪有可能？这是不抢本分数。哦，你比这了。起司夫抢公平。我想讲，你阿便宜冇，其实咪当吼，佢个算是通顺一点，去浸出到个汤的梅头啦，个算是用汤到咧，汤到是啊，你阿便宜糖啊，捞个醋啊，捞个토마토，捞番茄酱，捞几个木卡大了个梅子是当好吃，又迄个当好吃，跟梅头有冇又一致啦？哇，香，酸，嘿酸，嘿。你师傅咧？也用糖醋鱼啊，会有煮晒叶片的，较湿一些的。哦。啊，甲个水又较大，过唔多煮的搅落去的时间有嘛？糖醋鱼炸锅落去搅，差不多5秒到8秒就要好了。哦。我因为那个种的炸个熟的个，叫做糖以后甜那种样。润的啦，润的，就冇咁香。所以咧又较油一些些的。啊，伊做出来叶片咧就。也较稠啊，所以就较有香味，不过也较无安逸，所以我选择叶片。原来安逸。好，两部卡其实都当好吃，但是有自家的中意。不过呢，三下来睇自家就先休息一下，来看一下今日李师傅带来乜嘅4个料理要教大家咧。总铺素卤菜。好，今日嘅4个料理要请到李子良李师傅来教大家做，我做乜嘅咧？啊，今日要做嘅吉祥糖吃菊花。菊花，菊花点啊？也用菜呢，就是一般的糖醋鱼，然后做无同样的切的豆法，然后切到像菊花一样的，炸了像一类菊花，所以爱用糖醋一般的用토마토酱，今天系用客家的吉祥。好，你要计时吗？我应该不用吧。那鸡有放西师傅。哪有安用的那么公平啦？好了，开始喽。好，老太家看下，这是菊花系吗？先切片，摸团。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来，我们让一点点。看得到。我切你的手那边给他们看一下。填皮行啊你，西豆切团了。然后这边啊你，边呢边片。哇！过来再来切条，菊花呢一条一条的嘛。哦。你看肉球子，看到用嘴白白哦。切落打起炸起来，它就会抢一轮饭。哇！都抢菊花呢。哎呀，就也用一笔时间的关系，做最好的哈。哎呀，就先搅一些。酥粉，该买个粉啊？酥粉，一般我不会买酥粉，脆酥粉，脆酥粉，脆酥粉，啊，搅一些蒜丝。蒜丝你也是会冰的哦。因为人家酥粉有冰蒜丝有嘛，会较炸起来较熟。哦，较熟哦。那再来就是要煸粉的。先煸色的，再煸
搭调的温度了。哦，难怪你不要计时，有点用复杂。回供的呀。对这是功夫吹的。对。师傅，你有厨师帮帮我吗？哦，厨师帮忙好，来，剩下快写啊！用了一张，来先摘一个。哦，这先摘不敢看下。我谁？有啊，唔怕唔怕，知道吗？唔怕啦，上够撒盐啦。你没地啊？虽然鸡嘎头安火肉公，它就50周吹啊。买你买吹，买吹备料。哦。你喺附近罚钱啊？主先生长。主厨你好。压压过来，嘿，啊往下，嘿，哦，要往下。啊压没了，啊不要啊。哇！搞我徐师傅好矮啊！技巧，全部不要落去做得哈。做得做得。也是炒姜哈，好，炒嘛该酱哦，鸡酱。鸡姜，一些油都会。哦，冻酱呢？哦，像外星人呢。冻酱泡吹。哦，也不用鸡姜哈，鸡酱哈。哇，鸡姜加热之后，很像大家泡的那个韩式柚子茶的给煮米头。一鸡姜老糖个蒜丝比例1:1啊，1比1啊，全部1比1，全部1比1。哦，唔是加这样还系嘛个吼？冇，就蒜丝。只有鸡姜老汤。你冇比安用一下啊？也勾芡，薄薄的芡呢。泡泡的甜酱。哦。香哈。有一些香油。香油。也落水果不要落去。好。该先未形贴先的哦，风的老绿的。安尼做做咧。其实要水果上去做得来50盖。系啊，50加份，系50加份。哇！安牛，你做鸡头夫哎。蛮快啊，那我们端起来给大家看好了。蛮动吧。安牛就后 C 了哦。讲的料理，那一组都会设立到呢，先请师傅来出题目咯。洗衫服的时间呢，该些个拍甩丝的油墨的共用 ：A. 防止衣服缩水 ；B. 消除汗出味。好，先来猜拳，先当这答案哦。彩天，好，彩天马上，大姐好了，大姐好来，哦，听我讲，大哥呢？历史中哦哈，来往前，等一下，来，这里，历史中来。箭头上跳步，哇！历史中让嘞，我还会答错。来，答案係乜嘅 ？B。啊。本件冇汗嘅味哦。消除嘅汗臭味，係嘛？好吧，我们也真选 A 咯。好，所以答案係 B。历史中让嘞，我做乜嘅咧？讓大家講下。那酸汁属于一种弱酸哦，懂得污渍都酸性环境。它容易被溶解，所以呢，改一些酸汁呢有清洁了除臭的功效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啊，你那一碗是？看一下有没有做好。对，评审。好了，师傅先哈。因为你们这5个人呐。哎，真紧呢。哎，你算好了呀？他们有这么之前你是算好了。我想说有多嘛。哦，来，这个大一点的给他们好了。感动，来，玉秋姐先讲好哎。当特别的每趟啊，第1是讲用鸡姜去做的糖醋鱼，好食。好食嘛？好食，真嘅咧好食。听我讲，你感觉咧？好食，慢少少都好食咧。真的，干透底啊！透啊！俺原本哦，它原味哦，该鸡姜味唔辣酸，因为那个糖醋鱼就是要够酸够甜，我个鸡姜诶又辣酸诶。好吃哈，好吃哈。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跟我们分享。对。我说你就腌了一瓶可以哈，要给态度死。好啦，下次冇計書節啦，嗬。好。家下係熱畢業咯。必須係熱畢業，生下來你要嚟煎下，水杯面衣櫃咯。愛去太祖譜，
梁翠要用接力嘅方式，运用客家特色食材，男生总谱实天爱做嘅菜色。喺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梁翠咁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撒亂混毛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你誰來上菜了？最尾嘅嗰咧，對，最尾面一關咧，唔過到底有啲都係乜嘅咧？行講係李師傅一開始要講過，看下我到底係咩哦？東西啦，打開來咯。好，你係乜嘅？仙草，哇！關係嘅仙草講真嘅呢，係大家都知嘅，上下呢個都有名。咁講呢，因為呀，關係啊，特別貼片奶子，種出來啊嘅仙草貼片的好，而且呢，要怎麼看呢？佢做出來的膠質特別多哦。原來係安用哦。所以今日燙起來哦，應該不是直接拿來炒哈。今日會做乜嘅料理咧？獻丑奶香百菇燉飯。獻丑係用嘅仙草汁，仙草煮嘅仙草汁羽毛，奶香是動物鮮奶油，擂煮，重新燉飯兩樣嘢，我做到重新燉飯樣。哇！奶油先煸落去嘛，奶油先煸啦，煸加洋蔥、菇類、什麼蝦，煸好嘅時間，我煸乜㗎？青黃紅椒，最快明了。仙草。動物鮮奶油倒落去，兩片倒落去，加水，放佢燜，青花菜放，放佢燜到熟，而來最尾人用乜嘅咧？起司絲，安啲咧嗬。米當做就煸落去嘅。乜嘅係米定解香菇咁樣炒過，要放啲香味出來，人煸哦。好，來廚師幫忙我嚟出題目，蓋好哦，蓋好哦。燒仙草撈仙草凍，佢嘅製作嘅方法形容版呢？ A， 大家煮嘅本土冇平庸 ；B， 佢嘅添加物冇平庸。好，先來猜拳。哦，剛才係歷史中，然後係歷史中太太。好唔好？有最尖。來加油哦！剪刀石頭唔係歷史中嘅太太。不一定。A 呀係 B 咧，可以聽一下。B 可以聽嗎？好。你哋是做啲嘢，冇辦法佢啊！到底答案係乜嘅咧？答案係 B。為什麼？該燒仙草嘅使用該便宜粉落去該高纖嘅，仙草凍要佢係加到該洋菜粉落該海藻膠。放佢變凝固嘅，所以兩種冇強用哦。解東西冇強用啦。好，故說得到三十秒。有些沒有。搞錯了。哦，還好我有分清楚。好啦，送俾你。好，謝謝。好，今日下水就嚟進行比賽咯。啱啱先嚟做乜嘅咧？切菜。沒，你要先把菜切到用丟丟嘅。切到細張嘅，好，切到細張剪刀好。好。好啦，計時開始。好。哦，細張個哈。好，我先把它弄下來。好，走的。弄個幾個。50畝多了。好，可以的。好。配合它那裡面看那個花朵一朵一朵剝。哦。對。舒蘭這種香哎，好厲害喲！對，都不卡有按鈕，做不？有做阿婆嘛？做嘞啊！最近按後上阿婆，無所謂做呀個料理本身的身嘛哈。有。該花椰菜水多放一點好。好，對，這個沒關係，再弄第二次。該先炒到一個穩步步啊，還會烤。用刀子切比較快。好，就直接剝。哦，打到就那給它落去炒的時間嘛，該要先煸。洋蔥，洋蔥煸香的時間人煸菇，菇類落去煸。然後呢？要慢快時。慢。然後呢？然後的時間，然後你有冇獻丑加那個動物鮮奶油倒落去？好。後面倒落放入味，吼。安啲咧，吼，愛看改片咯。好，去害他一下，拜託。不要洗雜的哦，吼。好，洗雜誒。哎呦，哦，切撈幾強動啊？係啊，切。打切。聲音。我食。要啊。唔怕。唔怕啦，傷口撒鹽啊。係啊。你發現咩啲嘢啊？你當認真呢？一看你切菜就當認真。係，你下時只。你呢個是聽我嚷啊。你成個頭姑娘嚟啊？結土咧嘛？還忙啦。
好，也好咧，睇我打吧，从干用切。切切。差唔多咁樣，睇我睇掉係。好，從個安好嘛。假使唔好，我讓人講咯。做得撈佢講拍，做得撈佢罵咪唔拍。係啊，做得撈佢打。唔拍的。九、八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時間到，冇馬莎，冇馬莎，冇馬莎。哦，好。好，聽我歌。嗰部先開模，先邊模。哦，先燒雞，係啊，奶油，韓國。係奶油。我痛些了掛一下。哦，奶油全部唔拍，好，慢慢的。你看熱到已經有一半了。嘿，細火。太熱，這邊很熱。哦。葱咧咪做得下影拍。葱呢當然。洋葱。洋葱。哦。啊燒嚇，唔係。哇，兩片都冇平咗。應該片做乜嘅？用咩嚟做？要下醬，啲馬莎切到嘅暗醬。哦，謝謝我。好，我哋做青花菜咯。咩加油哦！咩醬啊？唔可以切的是啥醬？你差唔多該姑姑做一邊下咯。我通先掛一下麼？別掛。唔是嗬。秀蘭姐加到安好老公，他就唔是做菜啊。係啊。做菜嘛。對。家嘅是幾時會做？你煮。哈？你買菜備料。你喺附近打錢啊？係啊，主廚你好。我本身跟我講吼，佢係退休之後就來做菜哦，佢係就開始，開始嘅時間。漸進哦。漸進式的。哇，是從零漸進還是80慢慢的脫手。越做越有心得了哈。對啊。但只要做，根本要來學喊得到。做料理本嘛該省手感呢？做料理是說，我們自己做出來的東西哈，自己自己學到好食，然後呢，家人們全部把它吃光光，就是我們的成就感。然後呢，把那個說我們這樣做的哈，那吃到之後就有那個味道，啊，食到好食，大家歡喜食，然後俾吃光，所以食講到好啦。梅頭要出來咧哈。可以再高一點溫度要變。好。你要做咩用水哦？買個東西做咩變哦？你們出水了哈。安都不會的哈，我就狂改片好嘞。慢慢看啦。師傅，你現在還不要吃，感覺現在看起來賣相如何？用看的兩片下，感覺下好啦。你講還有小燉飯啊。哦。有那按用的啦。啊，兩片沒不錯啦，給切開檔那麼切到5度哈。對呀，還沒吃你就這樣子，先入為主。有味道香味嗎？有哦。菇的香味嘛，炒出來。菇的香味有。有菇的香味。菇的香味。師傅，係咩安用手去種那邊個走的香菇？就是因為走的香菇炒開時間冇嘛，它的香味比較出不來。乾的香菇它已經本身就乾瘦過，所以它本身就有味道了，所以。這種新鮮的，所以要去煸它。香味冇中央誒，兩種都香，但是香頭冇中央。誒，聽佢講，你哋下度下去做理事長哈，做負責乜個東西啊？理事長。理事長負責全部啊。會要負責的啊。啊。所有下去嘅事情全部你負責的。像係下去開始會盤做嘅事情，我負責了。係啊。哦喲，自家煮哦。係啊。我發弄啊。那整個千亞不盤中秋晚會。自家盤嘛。像一點。啊，你們有缺主持人嗎？有啊。你還有缺什麼？一起講，那個觀眾朋友會打電話來。有缺代言人嗎？有啊。哎，他看我的形象動好咧，動好咧。有真的哈。好。好，差唔多咧。差唔多表。要先表哈。獻醜撈水。哦，加獻醜最適合香港加水哦。水有表。水未有。水。冇表水嘅翻落去。以上嘅主題水。 9、8、繼續唔怕。 7、6，我聽你冇，聽你冇。 7、3、好，做啲嚟。1，時間到。放落先表哦，放。師傅，做啲教大家一下哦。從自家風下煮開燉飯嘅時間哦，那個米假設有用上米咯，這個生米的話要怎麼煮比較 Q 軟？意大利米係啊。對對對，那就是強下到一燜啊。啊水咧，水好多，水好多，好多的，水好多哦。差不多大概一批左右誒。好，我哋要狂改片咯，哈。好。彩椒最尾表哈。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咧哦。哦，彩椒這麼快放哦。
那求救啦。好，讲一下，对头先讲。请厨师傅来帮忙处理。师傅，求救！好，技师开始。调味。对，调味。干嘛干？然，胡椒粉没有的哈。胡椒粉唔是。 8、7、糖、 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，做啲用讲诶，你做得了袂好的时阵，讲试味到时候，然后袂好的时阵按个平料吼。好。汤会熟吗？师傅，尽量不要让饭变绵绵。按伊上炖饭的吼。搅匀。搅一直搅。而且我们切的形状也很漂亮。加做咧落落咧。落来搅。嘿，搅时候。好，你有先洗理好哦。搅落去。啊？染到通咯，好。記得我哋喊住叫什麼？喊唔用？用挑每本廚師做嗎？好，那年。來，對，挑先講。廚師幫我。好，先起好，不能起好。牛去煎，先本廚師起好。好，技師開始。湯愛嗬。你冇比讚。你都感覺用嗎？哦，冇挑梅哦，按熟，按熟咧，機車身要挑到馬上挑過，哦，牛翅先挑凍河呢，啱先講，係啊，啱先講奇怪，用袂有味道，嘿，啱個次最後一次哈，好，還有時間，染啦哈，黑胡椒粒呢？啊，這個是這樣，不知道嘛，唔是。係，而家做了出來都有成音都做得細啦，係啊，所以應該是還冇加。哇，讓你中盤呢哦，90秒都好用。哎呀，你看，90秒很好用哈。超大碗的燉飯。哎呀，好，時間到。看得出的時候，好嘞。OK，好，倒出嚟，我哋有冇事情做咧？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隨住嘅知識看哪兩款第一度，那部卡張黑 Andy 嘅太重譜咧。好，兩個呢做下嘅燉飯後，對大家來講，係體力重視嗎？體力重視啊！就係體力擺哦。師傅，你現在還不要吃，感覺現在看起來賣相如何？應該感覺係兩片用困的兩片下，感覺下好啦。咁講還有上燉飯啊！哦，用按用啊！啊，兩片沒不錯啦，給切開檔咁嘛，切到嘟吼。對呀，還沒吃你就這樣子，先入為主。好啦，先講啦。怎麼可以這樣子呢？來，沒有。好吃。你動我就好高嘞，他媽是是，沒有，就這動好笑的。都是咁好吃的樣子啊，很好吃啊。啊，嗰個牛出境要得吃誒。你這個那邊做樣版？還蠻激動，還是講好吃誒。那吃到了之後呢？好吃。好食。咁經典。哦，啊個咧，聽佢講。好食。好食，好食啊！我哋就飯嚟每真好食。燉飯，唔係做個板板上妹哦。對。我感覺吼，因為該燉飯哦，最怕該盤吼米粒黏貼的，我覺得有顆粒感還在，它就該奶香哈，奶香的那個味道。好，換吃藍隊。要加多久？摸什麼咯？哎呦，哎，先是千薄章來，我哋下就該奶香哈，很好香。我哋下就摸住飯，下就飯。對。讚，好難評哦。牛小姐，我看你哦，裝俺台灣哦，俺台灣哈，好食嗎？好食，真好食。真好食，還有嗎？還有嘛該？非常好食。我看你吃的量哦，你是2碗嘞。對啊。各吃1碗。又安好食對啊，你看夾嘅肚絲。
哦，好，开始，好，很平稳哦。好来。好，那时间呢，先唱你的起司夫抢本分数。哇，2分了，2分了，喊我，等下李师傅抢本分数。3分呢。谢谢。你好好，你说说看。2片的梅头都差不多，啊，2片下锅下又跟奶香味甜，啊，2片没做都不错啦，对啦，所以应该拼。那你应该要这样子举。冇啦，2片咯。哦，李师傅到七师傅停手里啊。那伊这边也系炖饭，顾名思义，炖饭就要炖到，所以2边的饭米丝拢同好，恁香啊嘛个全部拢有，但是那边的饭较有炖到，所以炖饭啊，因为那边较适合本来一只。哦，原来这样呢。好啦，唔怕。恭喜蓝队。你球本你在礼有嘛吼，做你来练习。唔讲你阿拢讲，今日的奖品要同好，也就算唔错的。好啦，唔怕，奖金很好好啦。今日蓝水得到3分，红水得到1分，恭喜蓝水得到加财金3000块。哇，恭喜！来，你来看一下，哎呦，这个黑大理石纹的炒锅，拿回来。你看看，阿龙哥，一般来讲，达到奖金嘛，叫做一本嘅咖啡地图，大家本来是，啊就冇你看他就不好意思，他就对，做这样子，啊，你看做只空都名从带哈，中的爱那就好好的好两个，炖这个，然后好啊的，又饱和的，做比赛，其实都全对。好啦，今日都放下，俺问下吼，咱翠吼杨秋姐理事长太太，今日参加性德拍马界，感谢哈，有个机会帮我来参与啊，这活动嘛，啊，也是给本这个一只挑战呐。挑战，你先讲嘞。好，真嘅 ，Give me five，耶！好了，听好一个吼，今日就放戏吗？实在讲，我家创嘅就做了些5个，我爱用天时爱6人去厨房食啦哦，提白永生难忘，大家阿辉，谢谢。先望你。哦，真紧讲起来哦，听好一个吼，讲会改。奉献哦，真的有理事长的感觉，对，有理事长，抬杠好，好，文正哥嘞，什么制作单位哈，帮爱机会啊，谢谢有这个2位厨师3个主持人啊，给我们这个帮大家机会，好，因为就这样讲啊，提白送甜食哈，就讲煮熟下来哈，就是这个是阴盛提白，我们给我们的体验哈，个人的体验，太棒了，好，谢谢。修懒机嘞，你讲台上10分钟哈，台下10年功。你台港很懂得该进步的空间，哈。然后你吃多肉，喝多肉。你看我现在60几岁了，还吃这个，还像新手一样手忙脚乱的。对呀，就是回去我们自己有时间的话，可以什么花样都可以做哈。哪样帮我来练？对，两个人互相赞。太棒了，谢谢。好，其实呢，当到的乡亲朋友都不愿你动态的支持哦。特别呢，大家就积极冲着来报名，我希望讲呢，大家都要特别有看到，有这么多人来上节目的时间，按快乐按欢喜，又加有奖金有礼物好拿，真紧黑已经热线打不停喽。哎呀，还有吼，最好该发明，你看两公婆吼都恩爱吼，希望啦，家啦，还有嘛该公婆回到节目上来晒恩爱，家都。还是要来和好也可以，和好，做菜也会和好。哎呀，当然不怕哦，煮菜嘅容哦，表现出来是一家之主最想要看到嘅画面嘞。冇错，一家之主等等的就系我，下年拜再见喽，拜拜。